台中市市场验到非洲猪瘟，导用台讲营养疫情，猪也袂使运送，袂使抬，这个禁令会阁延长10天。花莲影口降低房山湖关渡的工程引流下水开始有效果，嘛提醒民众暂时莫去溪边。泰国王太后死礼加白色，国丧的期间，呼吁旅客衫穿较素色的，嘛注意行为。若点头营业的时间，嘛可能会有变动。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10月2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今日咱先赶紧来关心非洲猪瘟的消息。台中一间市猪场验到非洲猪瘟病例，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讲，为了阻挡病毒传开，猪仔袂使运送，袂使抬，这个禁令会阁延长10天。也若环境部讲，目前台中市的喷会用在地的土地方式来处理。也若台中这间市猪场敢有违反规定，已经启动调查。台中5车确定出现非洲猪瘟疫情，台中市动保处日日继续伫台中采检抽样30间市猪场，也消毒31间。经过台中市府清查，全市168间市猪场，其中16间是停市状态，其他包含40个原燃场检测拢是阴性。行政院长杜英泰也主持防疫会议，宣布全国猪只禁运禁抬搁延长10日。在潜伏期间，除了不能大意之外，是没有太多的异状的。我们要延长整个禁运禁载的时间10天，再延长10天。杜英泰强调，第一阶段防疫作战已经初步掌握疫情范围，不过目前依然是潜伏期，防疫未当轻视，也宣布落实疫调。喷的成分安全有顺序甲严守边境等措施，自7开始展开第2轮封查疫调。喷的处理部分会全面查验，全国435间。喷的市猪场的静止设备甲过程，未来也加强查核标准。环境部要到台中文山掩埋场了解喷的处理方式。直接在他们几个地方进行直接的一个掩埋，最重要的是说，这个掩埋呢，必须每日的要进行覆土，能够来避免这个蚊蝇或是野生动物跑进来觅食。根据规定，喷市猪要向90度车主超过1点钟以上，个回传资料。不过环境部指出，5车这市猪场8月无任何上传记录，关系的台中市府所就2摆查访无符合规定，是毋是甲疫情有关系？会由农业部来调查。5车市猪场也因为检验期出现11个空窗期、受质期，市府也将这个市猪场认为受虚来调查。我想他们的这个执行过程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我们已经启动调查，必要时我们会移送检调来调查。另外，非洲猪瘟检测员技术就是为5车清洁队提供的喷来的。环保局表示，喷拢是畜牧场依法标售。行政强调，未来10日会用5日做一个阶段，来拟定作战计划，佮滚动检讨，防堵疫情拓开。记者综合报道。咱若家里大用火温，23那像是再有非洲猪瘟肉去高雄，去互高雄市府采发。业者虽然是发冤枉，不过高雄市府讲，这业者毋若是暗砍货车伫咧倒，佮讲白贼，所以决定甲罚300万，停业1礼拜，以上发办。敢若亲像污染的废品回收了后，被送往焚化炉烧毁。嘉义大用火温23受中华业者委托，运送敢若像非洲猪瘟肉品到高雄，互市府早来采发。业者2号暗时发声明发冤枉，讲员工必须调看真侪文书资料才延误回复。不过，隔工互高雄市府讲，毋是安尼。要求提供2部货车的 GPS， 一开始还供称仅小货车装设，直至稽查员追问才土实交出2车的 GPS 行车轨迹资料。23下晡，问题猪肉正是送到业者台法营业所，不过卫生局上门了后，业者是拖1点半钟才交代大货车的所在，也加讲车顶只有问题猪肉甲虾仔，也毋过其实货车也载674件的冷链货品，要分送到12个行政区。除了有少部分是化学原料，那做外表倾销之外，剩下的一些生鲜食品全部都送往我们的焚化厂销毁。高雄市府指控业者讲白菜温藏、拖延提供运送的清单，这行为已经严重妨害，而且拖延涉案风险的管控，会以涉案法重罚300万，下令停业1礼拜，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那海运公司对防疫忽视，台南后壁要市猪场离时再运外地刷叮当。猪场移动管制，你在这个猪场你就不能移动了。
不管你是不是自己的主场，从自己的 A 场移到 B 场是绝对不允许的。农业部离已经进门换地，饲猪的人特别讲，唔知影讲公街猪场袂使再往无同所在，才会载13只猪要去白河分场。动保处接报派人到2个猪场去看并且消毒，虽然无发现各样，不过违反禁运令是事实。也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对这饲猪的人裁罚35万。记者综合报道。有关非洲猪瘟疫情，有立委讲，因为烦恼外国的电商平台因卖肉品可能会有猪瘟病毒，所以呼吁都要为政策来管理。业者是回应讲，肉类的制品有管制措施，台湾的用户无法度注文甲运输。咱若中华邮政是讲，外国的包裹要入来进前，拢会先检疫，才会当入来。点开各个网页找找淘宝肉品，马上跳出超过10万笔相关商品资讯，亲像烟肠、肉干等肉制品引起民众烦恼。这肉制品是不是透过小包装冲破防疫红线？猪瘟其实也是一种传染病嘛，所以如果能够管到人，为什么肉品没有办法？都惊境外电商可能加做防疫空棚，民进党提会高需要指出，行政部门应该赶紧补破网，严厉严禁境外电商加肉制品包裹强化海关查检。一个一个从中国境外电商进入台湾的小型包裹，它不只是一个包裹，它可能都是带着病毒的生化武器，全面性的来从严管理，该禁就禁，该管就管，该罚就罚。高需要指出，包含财政、农业甚至社会发展部，拢应该跨部会动起来管理境外电商。淘宝发声明回应，淘宝台湾站照台湾法规，针对肉类制品有3重防护，包含台湾 IP 用户相关商品无法度找找，但用户阻断下单，甲台湾地址禁止运输。实际测试淘宝网页，想要买肉制品，拢会跳出名利，或者是台湾地址官方不留明文。因为香肠、火腿腊肉来自疫区的，其实里面都会有没有被杀死的非洲猪瘟病毒嘛，而且浓度很高。中华邮政指出，包括伫进口进前拢先经过海关查验，检疫完成清关了后，搁由中华邮政用国内包裹来送。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边境管制加强处理，调向清零方向去做。在邮包的方式特别是交通部还有其他的相关的部会都会经过 X 光的一个检查，甚至用缉毒犬的部分来做一个辅助。红豆疫区肉制品到台湾，陈俊贵表示，唔但干那靠猪农，也要靠全国消费者斗阵配合，拓展非洲猪瘟进口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花莲的鹿谷影仔口降低帮山湖关渡这个工程要持续伫咧进行。若是引流下水，边仔溪流的水位可能会压悬，所以林保署讲今仔日有发简讯通知，嘛请民众暂时莫去溪边。目前这引流下水已经有看到效果，会继续施工来降低灾害风险。真细离家沙头乌开2台怪树，今日这花莲太鲁阁影仔口帮山湖坝体顶面，2股已经对坝体降乌2公尺，2日早起搁在乌深造线，尤其是乌出一条比水面较低排水槽引流污水，来降低这个帮山湖的水位加脱水量。这个地段的土壤都是块石跟那个碎石，水流下来到中间它就往下面渗透了，所以应该是没有那种溃堤的危险。虽然引流的水量未影响到下游的村落，不过沿线开层的水位可能因此上升。林保署发出细胞简讯来警示，警方也出动广播宣导，爱民众提高警觉。水势会变强，请各位乡亲不要在河边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不知道引流的程度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要预先提醒民众不要接近河床边。林保署花莲分署讲，下晡观察。降坝引流工程已经有成效，河帮山湖的水位慢慢降落来。老丹桥桥边积水也较退，不过坝体结果无明显下流，山内医院的继续来作业。结构就是都是那个大理石降挖了大概50公分到1公尺宽的这样的一个河道，流的速度虽然很大，但是没有冲坏那个坝体，每小时3公分的速率下降当中希望把它降挖到那个至少溪隧道口那边就不积水了。另外，7个台南市洪台中从中南部地区，总统热请到离岛国到台南，关心灾民的房屋修理的情形，稳定中央甲地方合作推动灾后复原工作。强调对着也未修复的这个房屋，政府会继续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上尾一个连续假期就要结束啊！
国光局讲，今仔日上塌的是伫咧国道5号上北宜兰到平南这段，有可能会塌到暗时10点。也若天气的方面，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温度会降低，遮方面雨会落到拜三，一直爱到拜四才会较好天。土石流流到路的新北市双溪区连日大雨，山区冲来土石，甚至甲路的护栏冲歹去，路面也严重受损变形，阻断北38线道行车路线。工程人员的车等雨较累就出动，工作也协调当地警方来进行交通管制。现场道路全被覆盖，已无法通行，目前无人员伤亡。呼吁民众配合管制，切勿强行进入封闭路段。大台北市区日时雨有停落来，不过云较高，由于无看日头。礼拜起随东北季风阁增强，东部以北低温到21度，遮方面也继续落雨。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遮方面贵人北海岸、双北山区甲宜兰也是要注意大雨、崩山甲落石。这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拜三。其中周2跟周3这2天，在宜兰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状况，雨势还是比较多一些。而且在周2的时候，包括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况。拜4到拜5，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北到大台北西边有机会看到日头。不过拜6开始，还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相关有水汽，气温逐天下降，低温来到20度，局部地区有机会来到10几度。首假日国道5号10道口车塌玻璃长，上北车流早起就塌啦，有计可能塌到半暝。那我们预估呢，大概从现在到晚上的9点、10点左右，国5地区会持续的来做一个拥塞的状况。高公局估计首假日交通量大约是平常时1.2倍，提醒用路人，因为局部路段天气无好，路雨塞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上上新的消息。法国罗浮宫10月19就插头，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即马这个案件有重大进展。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目前已经抓到2个嫌犯。法国罗浮宫8件珠宝去用偷摕去。目前估计这损失是超过台币31亿。即马案件有真大进展，警方根据伫咧现场发现的安全帽啊、甲手套，有锁定2个30多岁的查甫人，而且嘛成功甲这2个人抓起来。目前当局还阁伫咧追查感受共犯，还阁有幕后的主使者甲遮的珠宝的下落。继续往来看，泰国王太后4日节24的时阵病逝，泰国全国降半旗哀悼。因伫咧国丧的期间，提醒乡亲，若是要去泰国，建议都爱入境随俗，亲像衫建议穿较素色、较深色的，嘛减少庆祝等等。而且最近在地一寡店头甲活动举办的时间，可能嘛有变动。民众做伙拍相片，泰国王太后史丽吉20破病过身，享受93岁。泰國政治國喪期，機關學校攏降半旗，真濟人攏穿烏衫表達對書。เงียบเหงาแล้วก็วังเวงอ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อนมาถึงตอนตี 4ตอนแรกรู้ข่าวก็คิดถึงพระองค์ท่านและคิดถึงที่เราอะได้เฝ้ารับเสด็จพระองค์ท่านตั้งแต่เป็นเด็กๆ。泰國王太后史丽吉為2012年中風了，就真少出來，只是因為肺核感染過身。王先生員甲政府官員進入1年護喪期。泰國總理安努廷原本要參加東協峰會也取消，開緊急會議討論地上代志。觀光業部分雖然無禁止5路或者是慶典活動，不過提醒要保持嚴肅。在皇室的相關活動拍攝的時候，不要開直播，然後在拍攝的時候也盡量不要拍到皇室的成員。有業者提醒，雖然大部分旅遊景點照常開放，不過有節慶元素的活動可能會延後。酒吧等各類場所營業時間可能有變動，建議旅客準備深色的衫，尊重當地氣氛，也避免談論王室甲政治議題。學者觀察，比2016年泰國國王普密蓬過身的各種愛車氣氛比起來，這擺泰國民眾唔敢的情緒較濟。比較算是送走自己一個很親近的親人的感覺，他是以皇太后身份，不是現任太皇啦，所以不太一樣。所以因此上呢，它的規格上面會有一點不太一樣。多位泰國登來，洪明謙觀察，電影院內底的電子顯示看板由彩色改做黑白，商場服裝店也將馬道換黑色的衫。走路看板甲機場的房機顯示，都出現黑白有王太后的相片，全國充滿對暑假哀悼的氣氛。記者綜合報道。我來看美國總統川普今仔日去馬來西亞參加東協高峰會，見證泰國甲柬埔寨停火協議。川普講，這是伊鬥推動和平的成果。也若下晡嘛，甲東協幾個國家簽署經貿協議，要來深化合作。
川普专机日落早起10点到吉隆坡，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亲身来迎接。川普欢喜跳舞，各家2个国旗。早起签无条件证，以推动5天内结束泰国加柬埔寨边境战争，了外扩大和平协议签署。I don't need to do it, I guess, but if I can take time and save millions of lives, that's really a great thing. 泰柬边境长期存在争议，今年7月爆发军事冲突，造成至少43人死亡，数十万人有路无处。川普用关税威胁双方关键停火。柬埔寨总理洪华内就提名川普参选诺贝尔和平奖，不过实际上双方边境谈判依然经伫遐。泰国也敢若用共同声明讲即摆签署文件，不过2国拢对从川普努力签署完成了，川普出去甲柬埔寨签署互惠贸易协议。甲泰国签署关键扩散协议，东协国家大部分靠出口经济是川普关税重灾区。这摆川普来访问，对各国拢是改善关系好机会。川普下晡会继续甲大马首相安华签署贸易甲关键扩散协议，佮表明会100%甲东南亚国家徛做伙。另外，川普这礼拜了后会访问日韩，会见一项高市招标，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备受瞩目。美中代表先参详，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已经伫全球会进行建立非常正面的结果。这场东协峰会聚焦多边贸易，高金重视印度、巴西、加拿大、南非等国领袖参加，开辟关税战争以外新商机。Beyond ASEAN Plus One framework, we are accelerating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The world's largest free trade pact. We will host the 5th RCEP Leaders Summit tomorrow. 东协年度峰会开幕式，佮正式迎接区域上少年人口120万 ，GDP 近来20亿美金的小国当地文加入，加做第11个会员国。当地文总理古斯茂讲，长久的努力总算美梦成真。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咱台湾医疗人员因的工作环境会当讲是愈来愈歹，亲像住院医师或者是主治医师，拢有超时工作，也佮有薪水无啥会调的问题，所以人才是愈来愈留袂调。相关的制度若是唔改善，可能会对咱台湾的医疗有重大影响。医师真无用对走廊行过，反映出台湾医疗的稳重的问题，人力欠缺，薪水拢无变化，也有过度工时的问题，搁再显现出来。不能申报加班费，也没有休息到。老实说，这对于病人安全来说不是一件好事。超时的工作会增加决策的错误率，这是我想大家显而易见的事情。根据劳动部的指引，一个月工时超过276点钟，也是连续2个月平均超过256点钟。佮发生中风也是心肌梗塞，就甲伤过操劳真有关系。不过部分科甲住院医师的工时普遍是伫300到320点钟，就超过这个标准真多。我自己经验比较多是，心悸的感觉之后就是中断睡眠后比较明显。然后再就是说注意力，你可以知道注意力就是没这么的集中。真侪少年医师拢把有这个期待，因为恁来当过部分科医师，也个住院医师阶段了后，工作压力就会大幅来减轻。但不现实唔是安尼。调查显示，主治医师平均一礼拜工时依然有49点钟，就算工时小可下降，不过这个责任甲压力依然是真重。中小型的医院呢，我觉得主治医师啊，哪怕你是20年、30年的资历、教授等级的，都要去第一线去睡在医院去值班啊。这个是以前很多科可能没有这样子的状况。急重症的这些任务实在是太庞大的压力，那下面的人又越来越不愿意走我们的这个课，所以就变成说无止境的一直会去奉献在医院、困在医院这样子。即阵已经有部分病院开始调整值班的制度，增请护理甲行政人员，并且慢慢关心少年医师的需求。当社会理解医疗工作者的辛苦，也有操劳，并且建立更加友善的制度甲合理的资源时，医师才法度继续以专业甲热情来守护病人健康甲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继
继续来要来看，今仔日中央航空办马拉松活动，天还未光，空服员职业工会就已经去到现场，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问题，呼吁中营都要提出具体改善的方案。那中营的总经理今仔日有去到现场，不过煞无回应工会诉求。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成员秋叶飘舞提白玫瑰，甲参加中营航空马拉松活动的跑者形成真明显的无同。中营航空总经理孙家明出现在活动中，不过对工会抗议并无做什么回应。总经理，你的员工在下面，请你正眼看看我们。枪声响起，大家开始走，活动是照常进行。不少跑者也替场边的工会成员来加油。中营航空空服员破冰特群不幸过身。公司高层虽然对外行礼系实礼，不过工会认为中营对改善空服员的请假制度，也有工作上的困境，依然是无具体方案。工会理事长张思源表示，空服员一天的生活就敢像一场无终点的长跑。我们不是为了争取特权，我们要的是被尊重、被了解。请假并没有错。空服员部门的主管总是说，都是因为你们自己爱请假，是你们表现不好。在我们的职场，请假照顾自己，请假照顾我们的家庭，仿佛是一个犯罪的行为。跑者分阶段处罚完了后，有工会成员行过赛道来到舞台打飘鼓，一度遭到警方阻止。工会也有过抗争未停止，30个继续到劳动部头前来抗议。对工会诉求，中央航空也未回应。不过，第24个记者会除了公布调查报告，也指出会建议强化未来事务长加副事务长伫机顶及时解除组员任务的机制，也有年底进行调整这个考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话来看，屏东县府训练社区规划师，协助社区创新转型。今仔日因举办成果的展览，嘛颁奖予社区营造表现真少度的团队，而且其中有2个社区摕到国际奖项，这嘛代表咱在地创新的力量受到正人的肯定。然后你进到里面以后，从里面往外看是这样子。详细讲解古厝的特色，这座未来正好伫坎顶乡未来村，原本是地方老乡长的厨房与徛家，有超过80年的历史。因为建筑保留地方气息，伫社区规划师的协助之下，经过2期的改造工程，加入新的彩绘壁面，保留旧的经架，让这间老乡长的旧厝得到2025法国设计奖金奖，以及2025庙师设计奖室内设计类金奖，替屏东伫国际舞台增加显光。社区活化，那一些社规师，然后跟一些专业老师的那个建议，那我们就把原来的样貌再呈现出来。那也提供给社区做一些活动啊。另外，也有内埔爱寮社区发展协会，甲一般公园道路边的空间重新设计，转变做食农创新基地，提供大人囡仔入捌野生菜色的体验空间。屏东县府城乡处讲，对104年重启社区规划师的辅导计划以来，已经培训382位社区规划师，打造370搭社区创意地点，辅导112个社区。尤其对107年开始，有22个社区得到国内外38项饮食奖项。当阮若去用看到的时阵，阮半暝嘛会起来做，这就是社区介重要的一个力量，嘛是咱志工上重要的一个力量。我们从社区做起哈，每个城、每个乡、每个社区，都能够有自己的特色，都能够跟上世界。这摆社区规划成果展览，总共有8个社区团体摕到6个奖项，有开收社区奖、永续维护奖、地方文化奖。得奖的社区拢发挥创意，表现地方故事，和环境改造结合文化传承。馆长周春美讲，每一摆社区的改变，拢是居民甲专业团体做伙拍拼的成果，嘛是属于屏东的骄傲。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19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20度至25度。一个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稍等呢，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